主后2024年2月初4，使教会主日礼拜。大先咱来听读圣经列王记上卷16章21节到28节。迄时，以色列人民分做两边，一半对基列的囝提比尼要设立伊做王，一半对暗利。毋过，对暗利的人民比对基列的囝提比尼的人较强。提比尼死，暗利就做王。犹大王亚撒第31年，暗利做以色列王，共12年。前6年伫得撒做王。暗利用70公斤的银对撒玛买撒玛利亚山，伫山顶起城，就照迄个山的地主撒玛的名，甲所起的城号名叫做撒玛利亚。暗利惊上主看做歹的事，比以前所有的王搁较歹，因为伊行尼拔的囝耶罗波安的路，互以色列人陷落罪，去拜虚假的神明，激动上主以色列的上帝生气。暗利其他的事迹，甲伊的成就，拢记载伫以色列列王史。暗利转去伊的列祖遐了后，安葬伫撒玛利亚，伊的囝亚哈煞接伊做王。弟兄姊妹大家平安。记录历史的方法会当有真侪种，亲像用人物、年代、王朝、国家、区域、世界、产业、学问等等的分类法。圣经主要甲历史分做旧约时代甲新约时代。旧约大概是用以色列史做中心，则搁分做族长时代、摩西时代就是出埃及旷野时代、士师时代、王国时代等等。当然，有时用人物来划分历史，也是上常咧采用的历史方法。像咱伫今仔日咱有读到列王记上卷15章到16章，短短的2章就讲以色列南北国2个王，北国6个王的代志。南国犹大一直是大卫的子孙在做王，北国以色列政权一直真无稳定，定定就是叛乱、暗杀、篡位、改朝换代的历史。咱大先来看分段。第一小段是咧讲犹大王亚比雅，也是叫做亚比雍，伊是南国第2位王。15章1节到第8节。罗波安伫死了后，伊的囝亚比雅继位，伊也无学大卫的这信仰好模范，反倒转学伊的老爸的歹模样。伊的老母是押沙龙的查某囝玛迦，其实伫圣经咧讲到囝也是查某囝，有时阵是子子孙，所以较正确来讲是押沙龙的查某孙。亚比雅在位的时，有时阵也甲北国的耶罗波安交战。亚比雅只有干那做王3年若定。第二段是伫15章9节到24节，咧讲到着犹大王亚撒，伊是南国第3任的国王。亚撒是亚比雅的囝，做王有41年。伊是大卫子孙中间受评价是少数的好王之一。伊在位的中间有程度依靠偶像甲宗教，也搁顺服上主敬拜上帝。毋过伊甲北国时常有征战，也为着要牵制北国，
伊甲叙利亚王便哈达结盟，接着叙利亚人下手攻击北国，取得短暂国境平安。总是这代志，互先知哈拿尼谴责。这记载伫历代志录10章第7节。伊无倚靠上帝，敢若倚靠人。阿撒伊伫年老的时阵，脚有病，经过3年后过身。第三段是15章259、31节，讲到着以色列王拿达，伊是北国第2任的王。亚伯安死了后，伊的囝拿达继位。毋过只有做2年，就互以撒家支族的巴珊甲暗杀篡位。拿达一个死，巴珊就甲亚伯安全家杀了，也应验先知阿希雅的预言。第四段是15章30到16章的第7节。讲到以色列王巴沙，伊是北国第3任的王。巴沙伊做以色列王有24年，毋过伊犹原对亚罗波安的路线，互以色列人继续犯罪。因为安尼，上帝透过一个叫做耶户的先知来预言，搁责备巴沙，要甲亚罗波安共款，全家受造灭。第五段是10章15节到20节，记载以色列王以拉，伊是北国第4任的王。巴沙死了后，传位予伊的囝以拉。毋过以拉做王2年，就互伊属下的军官心里暗杀，心里也杀死以拉的全家，拄照先知耶户的预言应验。第六段是15章25节到31节，讲以色列王心里，伊是北国第5任的王，毋过伊做王只有敢7日。心里杀死以拉了后，家己做王，这7日，就互原属以拉王的元帅暗利甲军队以及人民，甲伊推翻。暗利的军队攻破北国的首都得撒的时，心里就放火烧王宫，家己自杀，死伫内面。第7段是10章21节到28节，以色列王暗利，伊做北国第6任的王。暗利拄仔做王的时，人民分平，一半的人拥护提比尼做王，另外一半的人对暗利。毋过暗利拍败提比尼，提比尼一死，暗利就正做以色列第6任的国王。暗利做王头尾12年，起头6年犹住伫北国的首都得撒，总是后来伊甲撒玛买一座山，就甲首都迁去伫迄座山，号名叫做撒玛利亚。后来撒玛利亚就成做北国的王都，甲南国犹大的耶路撒冷分庭抗礼。暗利做王的期间，也引进西顿人的巴力宗教，大大败坏北国，连南国也深受影响。暗利死了后，伊的囝阿哈续接伊做王。第8段是记载伫10章29节到34节，遮讲到以色列王阿哈，伊是北国第7任的王。暗利死了后，伊的囝阿哈续接伊做王22年。圣经讲，
暗利的囝亚哈做上主看做歹的事，比以前所有王搁较歹。伊带西顿的公主亚西撇做某，引进巴力甲亚斯塔略的邪淫宗教，搁服侍跪拜巴力，也伫首都撒玛利亚起造巴力的庙甲祭坛，这激上帝大大的生气。亚哈王的期间，上帝兴起以利亚，所以亚哈王的故事还佫有通佫讲，咱就伫遮先按下。亚哈王的期间，还有一件特别的代志，是彼得利人去以利伊重建耶利哥城，结果照古早约书亚所预言的下地基的时，四大囝按城门的时，死煞尾囝，预言得到实现，也诚做警惕。两记上悬15章到16章对咱有甚物种的教示？第一项咧讲到，咱要用上帝的眼光来看历史，用上帝的眼光来看历史。两记在评论每一个王的功过甲价值，是用上帝的眼光来做测来量，看是毋是有合格。上帝的眼光是甚物？上帝的测标准是甚物？所谓的好王，就是学像大笔，遵守上帝的诫命，专心顺坦上帝，做上帝看做正直的事。若是歹王，就是行耶罗波安的路，拜偶像，做上帝看做歹的事，带人民陷落伫罪。即款的标准其实对出埃及记以下就真清楚，一直无改变。以色列人做上帝竞选甲拯救的子民，上帝要求因的就是忠心信靠上帝，听上帝，遵守上帝的诫命，过圣洁、公义、慈爱的生活。毋管是对一般人，也是执政掌权者，拢是一体适用。所有的产品要爱符合标准，就是爱合格。若无达到标准的要求，就是瑕疵，也是废品。上帝对人的历史评价，也有伊审定严格的标准。只是真可惜，大多数的人拢选择行家己错误的路，也毋愿行伫上帝所喜爱正直的路。最后所用婚宴的譬如讲，受福调人真济，毋过受竞选的人真少。上帝邀请人有份伫天国的婚宴做贵宾，毋过偏偏人愚妄拒绝盛宴。这也是咱北国大多数的王的选择甲写照。对安尼，也互咱看人类历史一个新的眼光、新的看法，也就是爱用上帝的眼光来看世界。上帝所爱是甚物？就是先知米迦书第6章第8节所讲：人啊，上主已经有指示你甚物是好，伊要求你的是甚物？就是实行公义、心存慈悲、谦卑，甲你的上帝做伙行。第二，这咧讲到着，咱爱做主忠实的信仰者，咱爱做主忠实的信仰者。列王的时代，因除了有用摩西为做中心所传落来的耶和华上主的信仰，也有所罗门晚年甲军队遮的妃嫔所拜列国正外邦的神明。北国搁加上耶罗波安所传
创设拜金外教，到暗里阿合爸囝因引进巴勒甲阿舍拉宗教的时，整个以色列的社会已经沦落，成做多神多元宗教的国家、民族甲社会。真心信靠上帝、顺服上帝、敬拜上帝、服侍上帝的人并无多。表面上，因要自称是信上帝，毋过实际上，因的宗教甲信仰已经异教化，也分袂清上帝甲偶像神明差别伫倒位。这咱以后会搁再一直讲到。伫列王的时代，值得咱特别注意的，甲留心是上帝兴起一寡先知，诚做伊重视的大言人。因徛伫信仰不畏强权、恶霸的打压，还是有血勇敢指责君王、祭司甲社会人民的毋对，维护信仰的纯正真实。有的先知也写作先知书，诚做上帝信仰的见证者。咱伫今仔日的圣经10章1到4节，也读到一个叫做耶户的先知去责备巴萨王的记载。确实，要做一个忠实信主的人，也拢着爱有做顺道者的觉悟。最后所讲，咱若要做伊忠实的信徒，要对主的人，着完全否定家己，举家己的十字架来跟对主。第三，有言应验是爱咱谨记教训。有言应验是爱咱谨记教训。巴萨王除灭耶波安全家应验先知阿希亚的预言，了后先知耶户责备巴萨王，对伊讲预言关系上帝也要照耶罗波安全家的报应来刑罚巴萨。毋过巴萨并无受警惕悔改，要继续做歹。虽然无随时报应伫伊的身上，毋过伊做王头尾22年了后，报应临到伊的囝伊拉。伫伊拉第2年，这个预言就应验。伊拉互伊的部下心里背叛刣死，全家也受遭灭，连伊的朋友也惨亡。另外14章3、4节记载，阿合做王的时，必第2人希伊勒，伊重建耶利哥城。伊毋但是历史的白痴，应该身躯边也有一寡人有对提醒古早约书亚捌讲的预言。啥人若重建耶利哥城，下地基的时要死大囝，安城门的时会死细汉囝。总是伊咧偏偏毋信进行耶利哥城重建的工事，果然下地基的时死大囝。总是伊认为也无遐尔拄好，可能只是一个意外，继续进行工事。结果伫安城门的时，竟然连细汉囝也死。约书亚的预言经过几百年，犹原应验实现。这咧甲咱讲甚物？耶罗波安甲巴萨掠家己比上帝较大较牛，因简单要爱上帝的祝福，互因做王。毋过因无爱听叹上帝教示，做一个敬畏上帝、疼惜人民的好王。结果祝福留袂牢，反倒当咒诅应验，甚至祸延子孙。另外，必第2的人这个希勒，虽然咱对伊的人物真有限了解嘛无济，
毋过伊有能力重建耶利哥城，若毋是一个大富豪，兼且也是一个大包商，伊有出力包办耶利哥城重建的工程。无拍算，因为伊的贪心甲执迷不悟，也害死家己的2个囝。这个事的发生，是亲像新约是条头，也是记号的意思。咱回顾出埃及的历史，法老王经历10大灾难，迄是新约。毋过伊一直硬心心硬。以色列人经过出埃及，甲济的新约，以及伫旷野期间种种的新约技术，因犹原悖逆，定定就是毋听趁上帝吩咐甲教示。那安尼，新约技术的发生，也是讲有言的应验，这就诚做警惕，是对毋信的人来讲是报应，对信的人是教示。互咱搁较认捌上帝、敬畏上帝。伫即个新的一年，世界的历史虽然还变化莫测，毋过咱相信上帝伊是历史的主宰甲掌管者。上帝有上帝的眼光甲标准，咱着信靠上帝的引带甲保守。即个世界也是一个多元的社会。有种种无共款的宗教信仰甲价值观，咱尊重多元，毋过咱也爱有家己中心的信仰，就是愿意举十字架军队主的决心。搁圣经所讲，上帝话的确也会成就应验，所以咱爱亲像是做事人，期待也正工作，也必然会当得到好的收成。咱来祈祷，主，阮伫你面前感谢你，搁过无偌久，就是阮农历的过年，阮也欢喜期待即个春节的民俗大节庆，甲全家的团圆。主，阮也伫今仔日透过历代志录上卷15章到16章，阮有读到以色列分裂期间的遮个王，互阮也会当知影，毋管人类历史安怎演变，拢是伫主你的掌权甲审判下面，互阮也会晓用上帝你的眼光来看世界、看历史，也互阮会当诚侪主耶稣忠实的信徒，举家己的十字架来军队主，求主你也互阮看见你的话也永远不变，的确应验，互阮也会当安心伫主你的带领中间来行完阮一生的路站。伫你面前，阮献上感恩祈祷，靠耶稣的名，阿免。上帝行做搬过伫咱一切所求所想的，就是照伊所运行伫咱的权能，愿伫教会甲伫基督耶稣，荣光归到万世，代代无煞，阿免。